南投县伫去年底呢，这负责已经形务清楚啊。即马县政府是打算把这资源转做是福利。县长柯淑华是宣布讲，对今年8月开始，按算要投入2372万，来增加这县内各中小的行政人员的编制。全高总是表示真认同，不过伊嘛认为讲，这地方政府来做要是无够，应该就爱对这教育部对源头来做起，统一全台湾行政标准。 来到教务处，这寡老师无闲叱咤，大家拢在处理行政工作。照理来讲，老师的专业应该是教学，不过现实是爱这行政工作以外，还有临时的强制性竞赛爱宣导，常常拢加班2、3点钟。 通常会加班的大概会是像处理学生事务最多，比如说学务处，那处理起来有时候8、9点还回不了家。那如果说像我刚刚讲的这种固定的行政事务，比如说处理招标文件，大概可能会延后到1个小时左右了。 为着要减轻老师的行政压力，南投县政府宣布，对今年8月开始，扩大各中小行政人员的编制，让老师专心做好教育的工作。 为了鼓励更多的老师能够保有这样的教学的品质，那所以我们这样的重新把行政人员的这个编制呢，扩编之后，1年虽然会增加县政府2000多万的一个预算，但是我想呢，这个是鼓励老师能够用心在孩子。对此，全高总是表示肯定，不过因认为地方政府来做也是无够，上重要是教育部爱定出统一的标准，对源头来做起。南投是伊改变伊的行政组织的编制，但是共款这无法度，甲今日的需求还是无共。希望教育部较明确的甲大家讲，什么是老师爱做，什么是老师无需要做。 因希望教育部会当参考英国、日本的做法，明确分出教学人员和行政人员的能力资源，让老师发挥家己的专业，投入教育现场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